主后2025年10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事奉资格的确认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以斯拉记》第2章第1节到7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以斯拉记》第2章。以前对犹大地，互尼布甲尼撒王掠去巴比伦的人民，现在对遐倒来耶路撒冷甲犹大，转去逐个人的故乡。因甲所罗巴伯、耶稣啊、尼希米、西莱亚、利莱亚、末底改、毕珊、米斯伯、阿吉瓦伊、利宏、巴拿做伙倒来。以下是这个倒来的以色列人民的人数：巴录的后代2172人；示法提雅的后代372人；阿拉的后代775人；巴哈摩押的后代就是耶稣啊甲约押的后代2812人；以兰的后代1254人；撒土的后代945人；撒改的后代760人；巴尼的后代642人；比拜的后代623人；阿甲的后代1222人；阿多尼干的后代666人；比吉瓦伊的后代2056人；阿丁的后代454人；阿德的后代就是希西家的后代98人；比赛的后代323人；约拉的后代112人；哈顺的后代223人；结巴尼人95人；比利兴人123人；尼多法人56人；阿拉杜人128人；阿苏马维人42人；基列耶林人、基非拉人甲比略人共743人；拉玛人甲加巴人共621人；密马人122人；必得利人甲埃人共223人；尼坡的后代52人；末必人156人；另外一个以兰的后代1254人；哈林的后代320人；罗德人、哈地人、俄那人共725人；耶利哥人345人；西那人3630人；这是耶稣啊的家亚大雅的后代973人；音密的后代1052人；巴西互尼的后代1247人；哈林的后代1017人；利未人何达维雅的后代就是耶稣啊甲甲灭的后代74人；负责献司的就是阿萨的后代128人；圣殿的守卫就是沙龙；
阿德、达文、阿国、哈底代甲索拜的后代共139人。圣殿的工人西哈的后代、阿索巴的后代、达巴俄的后代、基律的后代、西亚的后代、巴顿的后代、利巴纳的后代、哈加巴的后代、阿国的后代、哈加的后代、撒麦的后代、哈兰的后代、吉德的后代、加哈的后代、利亚雅的后代、利信的后代、尼哥代的后代、加散的后代、乌撒的后代、巴西亚的后代、比赛的后代、暗那的后代、米欧灵的后代、尼普心的后代、巴布的后代、哈古巴的后代、哈弗的后代、巴西律的后代、米希代的后代、哈沙的后代、巴科的后代、西西拉的后代、达玛的后代、尼西亚的后代、哈提法的后代、所罗门的仆人的后代，就是所泰的后代、所菲列的后代、比罗代的后代、亚拉的后代、达昆的后代、吉德的后代、示法提雅的后代、哈退的后代、普希列、哈苏巴音的后代、阿米的后代。圣殿的工人甲所罗门仆人的后代共392人。对德、米拉、德、哈撒、基律、阿顿、音密上来，袂当证明因的宗族细细个是毋是属以色列人的。德莱雅的后代、比罗雅的后代、甲尼哥代的后代共652人。这些后代中找无细细个，有哈巴雅的后代、哈哥斯的后代、巴西来的后代。巴西来带基列人巴西来的查某囝做某，所以采用巴西来的名，因袂当担任祭司的职分。省长甲因讲，毋通食献予上帝的祭物，听候会晓用乌灵甲透明的祭司出现，才来裁决。大会的会众拢总有42360人，以外也有因的男仆女婢7337人，男女献死的有200人。因有马736只，驴245只，骆驼435只，驴6720只。为族长来到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，为着上帝的殿甘心奉献，要伫原来的所在重建圣殿。因照家己的能力奉献工程需要的经费，金500公斤，银2800公斤，甲祭司的礼服100束。对安尼，祭司甲利未人以及一部分的人民，负责献司的圣殿的守卫甲圣殿的工人，拢住伫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。其他以色列人
住伫家己的故乡，侍奉主家的确认。波斯皇帝塞鲁斯下令，爱犹太人为上帝建造圣殿。遐流亡的人就对省长和各宗族领袖回归故土。以斯拉记第2章按照回归者的身份，也是过去的积分做记录，包含各宗族和组织的人民，甲圣殿侍奉相关的宗族。所罗门王仆人的宗族，但是回归者中间也有一寡人无法度确认家己的家族身份。回归者总数是42360人，因也有各自带仆人，也有歌手甲精星做伙转来。圣职人员定居耶路撒冷，也是近郊其余的人转去家己的家乡。利未人是上帝选定承接圣殿侍奉的人。过去大表王对因有清楚的侍奉分工，所以回归的利未人不但爱确认因所属宗族身份，也得爱确认因的祖先的职责，以便按照过去的圣殿工作分配来服侍。伫回归者中间，特别注明祭司宗族，包括圣殿歌手和守卫在内的利未宗族，以及圣殿工人。根据约书亚记第9章39节7节，这个圣殿工人是基遍人的后裔。遐个甲外族通婚，也是找袂到族谱的利未人，不得做祭司，也袂当食献做祭予上帝的圣物，直到会晓用乌灵和透明色旗的祭司出现，才搁再确认因的身份。关系圣殿的物品，第1章99节记录塞鲁士皇帝交予因的圣殿器皿。第2章8到69节记载，正族长奉献真侪金银和祭司的礼服。本段经文的关键在伫处理遐个无法度确认祭司身份的人，因为无族谱通证明家己的族系，因为安尼袂当参与圣职。也袂当食献做祭予上帝的圣物，直到会晓辨明上帝心意的祭司出现。就算迄时圣殿还未修建，但是分别为圣来服侍的意义，已经成做回归者的自我要求。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甲其他宗教的神明无共。所以敬拜甲服侍上帝是袂当凊彩的。敬拜甲服侍上帝的人，必须对上帝有清楚的认识，也需要符合侍奉的资格，才下伫上帝的旨意。这就亲像伫教会举行牧者长职，甲各部会首长伫就任仪式的时，主礼者一定会问：你敢有清楚要承担这职务是上帝的呼召？这句提问的重点，拄好是伫提醒即将承担侍奉职分的人，必须清楚家己的受召身份，注意服侍的态度。参与服侍的人，若无清楚家己的职分，可能会导致对上帝认知错误，凊彩彩服侍的危险。侍奉上帝的人袂当照家己想要安怎就安怎，需要对上帝清楚的认识，对侍奉有真实的感动甲意愿，袂当甲服侍看做例行的简单工课，也是甲侍奉的职分当作信仰的成就也是地位，
因为咱的上帝是至圣的主。默想，服侍上帝需要确认资格，袂当随便。那呢，当我参与教会服侍的时，是毋是有找求上帝的心意呢？咱来祈祷，至圣的上帝，恳求你，互我伫服侍中清楚你的呼召，用分别为圣的态度来服侍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